好呢。哎呀，欢迎各位听笑，这礼拜我讲你讲了咩？点啊很近呢。什么你没什么，笑，你这样我，如何的叻来哦？我那3 minutes 了吗？呛你啊！讲起很哦，start 近 his 咩？copy，未記 YouTube 會未記唱，特別是。啲未記嘅 subject。好彩我这 procedure 这 producer 你来啊。嗱，感謝，大家是我 producer since day one。大家都聽到歌啊，你按咗除掉啊，大家。The Star。你是到 The Star 講The Star 會聽起你啦。搞我想，你唔是 The Star 會聽起啊？我 never join until 2 years ago 啊。我講聽啦，等我介紹下我夾邊先，你按記歡呼我講 about The Star 嘅物件 ，OK？當今是 clear 錄掉。有老椒，豆嘅咯，攏係啲豆嘅先，豆嘅我 producer 咯，豆嘅，了個有啲點片到啲點片，了個有牛，唔是博雅玲，誒，是博雅玲哦，嚇是哦，博雅玲歡迎博雅玲，了個有隻老椒，一擺隻古博對來啊，豆人對來，你係三百八讚歡迎。Hello，嗱，真耐啊！因為你手嘅 tattoo 你 sleeve 有冇看？即新嘅喎，你就估啊！做個一半，愛接起來個。哦，你話估啊實？我舊年做嘅啫。哦，到底得咯？到底發覺去做啊？我學講。哦，這邊等陣，快啲。我屌，即係你個 design。我計講我係腳畫。哦，這邊是腳畫講咩意思嚟講我聽嘅？水嘛，伊 petals。伊畫板。水係隻水。QQ 嘅咧。然後後尾是係影啊，後尾是粉咯，成個粉。OK。做一半時候我。伊講我你用錢大哦，你第一日達都做半幾少？然後講我聽。誒 ，tattoo 是另外一個 topic，OK。好，豆人做另外一個 topic。แล้ว嚇，你冇錄啊？這是博雅玲啊？嗱，我講你靠呀。冇啦，我喺度邊啊 ribs。你看到？我有寫影啊，我寫到。你寫同我寫好啊，不過咱 tattoo 嘅是你個寫話，咱講 tattoo 嘅 topic 是對嚟講好。好嘅寫。OK，แล้วOK，所以下次見到300拉真啦，歡迎。แล้ว個有新椒來第一道了誒，鵝鳥歡迎鵝鳥。Hello，大家好。鵝鳥係出邊，แล้ว豆嘅 OK，豆嘅啦講你。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ขาได้โอเคว่าตรงกิมว่า做工位 without going to too much detail 啦ว่า做工位吓要一年要做一道即成啊即大 event 一個好 company creative 嘅人咧講 about creativity 講 about 唔同嘅 topic ideas about 成個講一道是講安怎from 淡薄嘅 idea 變做一大嘅 impact 去嘅，可能唔見。所以人 invite 我叫我講 about 邊啲學嘅，我做邊啲學嘅 podcast。所以我當然特別陪每人看。你人尤其是你聽到隻古嘅人啦，你感覺到講，你我 start 邊啲學嘅時，我唔是講會 start แล้ว會嚟做學貴世界人聽啦，我冇想咧，我 idea 冇咧大，我 idea 是想就留咗拍球，叫我邊個嚟聽。แล้ว係你成日講伊個無 plan 嘅idea sometimes 本會變做成個大成個人當今咪是人會歡呼人叫人講福建話啊，安尼款物件咪失傳去啊，咪失傳嚟福建話去啊，叫人俾保留掉人嘅福建話，可能物件係你是 secondary 版，我再講我有一個
impact 也是我個 start 用喂即啲 opportunity 嚟做，看你咪嘅。特別對路人 personally 啦 ，individually 啦，你就是講邊啲學嘅，那是無啦，無邊啲學嘅，你對會影響到路人家己嘅 impact 係咩物件咧？但是講路人講配快講，那是講別人是攞咩 email 啊，甲我講嚟講，我係使 handle 佢 representation 嘅事，有時講路安怎 sometimes 做就係物件會 touch 到別人嘅 impact 到別人嘅 life。講下配。你 sending 何男仔阿伯？哎呦背下 ，OK 我當然 send 講下。你 producer 啊，感謝。然後讓講下，那是講無邊啲學嘅嚟講，你安怎？邊啲學嘅嘅 impact？ butterfly effect 啦嚇。我是安怎講啊？我不是只講福建話咯，因為我啲所不是講福建話嘛。So not only on the language side of things 啊，但是講無邊啲學嘅嚟講啦，你會成話嘅定到。但是講10年前嗰陣時，其實你隨着邊啲學嘅就是，個當劍邊啦，是講邊啲學嘅即係 podcast 嘅 impact 對你嚟講上面咧，或者朋友啊，成日咩物件你講下。邊學嘅本身就是變最好嘅朋友咯。然後本筆又，I mean 本有 sometimes on and off 會 make up 咁樣啦。我有那個 last early of this year 我佢變咗 because 有 gathering 啊。Lu mesti mira wah. May ada dulu last year mah. Last year meh? Sila. This year. Last year tu macam si gue. 有你忙看弄我拍嘅我咩有 quiz 唔是我嘅。看咯，咩只朋友看咯。別人？我特登冇這啲節目。Oh my god！OK，我每錄嘅最 detail 啦，阿龍。我冇邊啲學嘅嘛，我特登冇這啲節目啊，做安怎咧？但是我冇邊啲學嘅話，我冇啲每度俾你啊，我都會做冇上物件啦。我有可能個扎堆邊咧，係了，我有可能扎堆邊咧，佢是一條，第二條是我都冇可能會拔掉，南西，我都冇可能會知道扎隻物件咯，所以我就冇可能。我冇可能會 end up 大啲行動啦。哦，哇 ！Butterfly effect 嘅話啦，因為我John 是因為 online 嘅，我聽 online 嘅，我成天 online 咧，因為我隨便嚟嘛，我隨便嚟嘛，我成天就 online，喺度冇邊啲學嘅呢？我聽 online 啦，農曆禮拜幾後了，我實邊啲學嘅呢個實邊啲學嘅嘅時候，我就喺度 start 聽，變咗我啲每嘢成日話，之後所以變咗有意思嘅就。Oh my god！ 變咗我離開我厝無啲會曉咗。我 individually 我 maybe 我叫你寫 blurb 淡薄，寫講你即係 from a language perspective 㗎。冇咯 ，language perspective 冇關係。你 language perspective 我自來講幾本書㗎，你有做冇做本，我不是想看。我不，I mean 是 language 唔是 for you personally，language 是講 the 做咩事誒 benefit，我對我嚟講，或者individual 角度嚟講 ，anyway presentation 差唔多俾5個月我就俾 present 了，到啲即多一大一位差唔多，I think 有10人嘅時候。阿 John live presentation 係咩嘢啊？你係做咗啲，你係講係唔嘅，你係講就往變咗是。即係 network 是冇嘢嗰度，即係 community 運轉小事而冇嘢。是啦，我是講這是即係 totally unplanned 嘅result 啦。咧 result 是 of course 是大嘅我家己我 start 嘅時，我冇想到講我係做到大嘛。我只 start 時直頭就做講啦，講只鐵講啊。你直頭做入去做一邊做，我感覺到我幾日行只 proud 嘅物件頭就就是只要緊嘅咧，就是講。話你記頭時話 interview 時我開始講我會做學邊啲學勁佢就 cool again 啊，就我會特別學你學會話嘅時候講會 make 邊啲學勁 cool again。然後第二類就是人嘅 community 一邊就成啊，你唔知成啊即係 community 就掉啦，成啊邊啲學勁就變咗成即係隻大 family 嘅就。你 fan club 啊？唔是講 fan club 咯，冇成，你或者 involve 所以冇時成個講
成日講 fan club 嚟嗰時咧，有本啊 fan 自己你 supporters 嘅咧，自己有本有 friendship 特別，我 feel 到正，我感覺到真正成個我驚咧，成個我自己 produce a family 嘅。是啊。所以或者啦，那是有蝦米物件，有蝦米物件，有 impact of what？那是講我無實變咧，學見咧，成日大媽阿龍講嘅嗰條，人即係物件都，你成我可能都無想起啊。有，男仔加住啊，豆嘅都唔捌得咗。แล้ว男仔所變做唔知有性格加事情樓嗰度。是咯。亞共不唔知住 group of friends 係啦嗬，應該掉。日本留意所變咗，伊 end up 伊有可能伊當今做啲嘢，伊冇做嘢啦。係啦，應該掉。我每日我哋講掉，但係我做工嘅時候，人看你自己嚟講 job 咩做工嘅。我時候就講我係講有，特登有一個 presentation， 伊又叫我有請無上 celebrity 嚟個我哋公司人 creative community 講 about creativity， 講 about ideas， 安怎有啲 idea，a small idea turn into a big impact 呀 ，create big impact。有人叫我講 about 我邊啲學見嘅 experience 啊，所以我就是俾每個人是講部邊啲學見對路人嘅 impact 上面 ，beyond language preservation。impact 是我嘅。community 啊，定是 community 圈子啊，可以講圈子大咯，是真正大咯，是會使大家成個 universal 翻起咯。另外 maybe 你白嘅朋友是講，今日做工嘅朋友，同學，咁冇，朋友嘅朋友，特別白你交嘅朋友可能是免朋友介紹，你俾咁樣介紹，出去邊間都會使白就是做可能這邊個會使拔，咁了你無 suppose to 拔，你朋友都會拔掉，你唔想掉會拔掉嘅。我是拄着安尼車裝嘅人，安尼聽下睇了是諗個了甲邊個人講邊個福建嘅話嘅，好啊！你是安尼，好我做我真係歡喜啦，因為我住喺英國這邊咧，我自己想諗。檳榔啦，檳榔唔是干那檳榔了，檳榔嘅物件就是了啦。逐項是檳榔嘅物件，檳榔嘅紅色，檳榔嘅成個檳榔嘅人啊，無甲比較別人嚇，比較別人無相咧，比較別人。我本捌馬來西亞嘅人喺這邊，但比人無相甲檳榔嘅人嘅，檳榔嘅人係真。有一種嘅款啊，唔知是干那伊個人嘅語言嘅事，還是蝦米啊？特別伊真係 unique 就是啦。係啦，唔知咩事嗬。I think 你講是唔是檳榔人真正 nostalgic 啊？真正貪食。貪食แล้วก็真正 nostalgic 㗎。講到頭先一個講緊，但是無邊咧學見嘅話咧，係會成呢度做招嘢咯。招做只字咯。OK 啦，夠啦。OK，所以重點咧，咱係講做工嘅時候，浪係講做工，浪是甲你講，無是甲你講嘅物件，嗰啦講係咱講嘅物件。因為OK，等陣 sorry， 我個想到講咩？我諗住想到這 question 先，我在想到講人有一項物件接人做隻就是檳榔福建。我講檳榔福建唔是干那伊換嘅，攞是人大啲檳榔，還是有白檳榔嘅紅色嘅物件人做隻。係是人，總是我特擺下，我講我檳榔福建，咱蝦米物件唔會使講掉，來講蝦米話題，蝦米唔會使講，我是一項物件咪講就是 politics， 因為 politics。人嘅我背嘅物件就是俾做好人，咁了 unify to preserve our language。When 我咪參掉 the divisive 咧，我咪人係做人搬開無啥物件，所以我咪講 politics，唔是因為我驚就注意啥物物件，但我是感覺到我嘅 focus 是。專門要 unite 人，你講人相嘅物件，唔是唔係俾講人清差嘅物件。對。
Yeah, so that's why 我一個我唔是講驚買講係咪？我是為了買喂，原來我第要緊嘅物件，是俾時候人做個團結起來講福建話嘛。OK， 講了當今做工，就咪講做工。阿龍，來好老師。我做工做我三股啊，那是高人啊。呀，你做工只等下點先？韓國是出名全世界排第2，做工嘅點解第2嘅？最排第1。墨西哥。哦。墨西哥。唔係日本咩？叫咩？Mexico 叫咩？墨西哥。啊，叫咩？福建話。巴西哥，我嘛叫巴西哥，我嘛叫巴西哥嘅喎。巴西哥，係咪？巴西哥。成個講錯話你講咯。冇啦，冇嗰個，以前墨西哥是你目睭掉嘅。目睭西啊。墨西哥。是為咗拍聽誒。冇拍聽啊，你是開住啲嚟，冇拍聽啊。墨西哥。因為西啫，唔是西啊。我即係韓國嘅所在啊，伊人就真正出名咧，伊人搞了。即拍片，真正骨力嘅嘛。嚇。我講真正骨力嘅。我快啲嚟講，我是少是日本是排第1嘅喎。冇日本冇呢隻，韓國排第1嘅，韓國有陣時真平，韓國你做工嘅 hours 就係。hours 是條燈。我有啲人8點做工嘅，我是9點半做到6點半嘅，特別。OK 啊，咁啊。冇人6點半放工嘅。你講是9點半到6點半，特別咧。伊甲你講，伊一個禮拜你做40點鐘工咯，特別基本上咧嗬，但人本是冚一邊嘅話，照我你做工做未了，我你做下了為止就對嘅。哦，所以你聽到40點鐘啦，意思講就一禮拜，แล้ว你是拜1到拜5。伊被減嘛，伊同你被減嘛，伊同你被減過36點鐘去。哦呀，最高咩？就是講。แล้ว你ไป看公司咯，有啲公司啊，เราไม่講名啦，時候 too much information 時候，係咪都咧？出名嘅 S กับ出名嘅 L 啊，ยัง3咯，ยัง5個3嘅咋，ยัง4個3嘅咋，因為我個冇想講，我講啊，我未同你位群，我個有位更對出咗，我就跟住我嚟讀對語嘛，對唔對？我去 office 度，特別。大 S กับ大 L 咧，嗬，是第出名嘅公司嚟嘛，出名嘅嘛，全世界本白嘅嘛。樣咧，嗬，是 laptop 接 email 啦。你冇掉啲裏邊咧，你是被偷啲嘅。所以你特別電腦，你特別你去外口，你直接Starbucks用 WiFi，你本被偷啲 email 嘅。你被 even VPN 唔被啊？被，依是 internet 嚟嘛。Alah, tapi VPN tu internet dia. Hilang security, hilang kia. Hilang security. Oh. Beda sih. Lu連 USB 都未用嘅就，連 USB 都未用嘅就，就講有時有內容不是往你喂騎到喂 customer。所以你講有時你發一筆記錄做一個 brochure 而然後我被夾 graphic 嘛，我被夾嘢小影 logo 嘅咧我就掉。有隻隻咪講哦，我係一個 photo 啊，我把佢攝出來嘅，我係一個 product 嘅 photo。伊是㗎，你嚟即講50 Mac 一條小影嘅，然後我8張，即係又話我剪得 high res 咯。但問題是你寄下話嘅話，你我 email 打到半成時嘛，對唔對？所以我特別假如寄下你發嘅話咧，嗬，伊有咧咧嗬，伊本肥包，伊本袂使用 email 寄㗎，伊哋放啲公司嘅 USB 裏邊嘅，叫人 deliver 過嚟我 office。 Oh my god! Oh wow! 真麻煩嘅，你睇過，係咯，你laptop你其實佢好似嚟做壞嗰度，所以你咁做未得話，你無論啲 office 入邊，你根本都別 connect 到佢哋 server，你別睇佢 email，你別做壞嗰度。呢個公司就是真係 paranoid 咯，係你講。真係 paranoid，所以因家己嘅人本身係咁本嚟actually。แล้ว你講這是做40點鐘一禮拜，你正幫接你點做工點陣時啫咧？你話啥？我特別名，我哋朝嚟做到9點咯。所以就講我愛記3點鐘嘅點，記3點鐘嘅話，我一禮拜記10點鐘咯。我是做52個鐘頭咯。哇，正咯！特別你會使做視頻嘅，你面日擺好條 advertising firm，特別唔知 advertising firm 就只係做公司，覺得不是做乜其他產嘅。
你大鏡又好，細鏡又好咧，你特啲有物件留落嚟做嘅。係咧，我覺得第一大問題係咩？你留落嚟做股票見，就講我都有一個真大 customer 啦，哇，要一個我講我閉個俾教嘅，我嘛留落嚟俾小 idea 咯，對唔對？寫到寫，係咯，寫，做 presentation slide，你做 PowerPoint，做到嚟就1點幾，做唔了，佢會 translate 就係1點2點，我有都幾，直到是做36點鐘咗。我冇對處咗嚟咯，第二啲早起把你當數接嚟做工嗰陣時啊，或者忘了嚟啦，我冇對。你佢點話？我是第二節5點嘅辦公咗，我頭先講話你做咗2個鐘頭啦，你 proposal 交起而啊嘛。韓國人是因韓國人笑起來有時拼喺裏面出來，拍拼，一拼出來就冇困嘅啫。我是頭次到拄到哇36點鐘我冇困咗咗，係咯，第二種嘅情形嗰時。都做工，我做唔了啦，我頭先會借咗單位咗，去做到早起3點 A 我咁辦公咗，我做到3點 A 辦公了 ，guess what？第二節9點半準時連頭嘅本白嚟做工嘅，因為9點半開班咧嗬，就是9點半。先嘅咩啊？個班就是上點時咧，你上到幾時？你第二節要嚟做工啦，你第二節你可準時嚟嘅辦公。你 weekend 做工啊 ？weekend 旺冇，特別你係都要愛做 event 嘅點先，有陣時 event 都冇法度嘅啦，你就要俾8日嚟做嘅。係點先咧？你就做工咯。嗱，如果你做咗 extra 工嚇，你做保累還是保 holiday？ 冇保累嘅，開始係冇保累嘅。依家這呢學，以前保累停咗節咯 holiday 咯。com time 啦。OK， แล้วปลังเนี่ยคุยจุกัน我講定位阿龍把路過嘅日子啊，都是你定到過。買我過嘅日子嚟啊，我定買入幾回過嘅日子嚟，9點做工。你是 producer 我別記得做咩鬼啊？我是 animator 嚟。對，我是 animator 嚟，9點做工，6點放工是 official time 啊。特別9點做工。9點暗暝個放工，佢哋是 official time， 佢哋是特節嘅，可能差唔多特節。一禮拜嗬有3節，嗰是4節，是安尼款嘅。แล้ว是冇咧嗬，就是冇咧就是特節4點早起嗰堆嘅。你咪做 render 是我是定到 computer render 咪等日估咧。是哦，8禮拜嗬就對公司 standby。你款嗬24 hour on call。特別我就慘咯。你有上本啊？上嗬，你講做加幾點對？你做加你先都講做加3點對嘛嗬？即是我特登發生嘅，唔要緊，我做加4點，本時做加我做加4點 AM 對啦嗬。你阿媽在下，咁對公司做咩咗？meeting 係看對嘅。有我識你是對長水嗬。困有陣時本別困，你又對講 stand by 啊，因為 customer 嚟看 ，client 嚟看都應嘅，OK 冇 OK 啦嗬，佢先去 editing， 有時 edit 有問題，一個是 rendering 一半 ，rendering 嘅時有一半有問題嗬。佢再 start 過，佢再 start 過，我捌驚過，本知道咯。樣事啊，你講有陣時乜啦嗬？樣是唔是？對一個是看到有白色是唔是？冇，就是咯，嗰陣時你在你 After Effects，你攞不斷嘅。當時我俾每樣面嘅，南西我聽到你講一句話 rendering，我特別看戲是我看伊個 credit，後尾是我看有 renderer， renderer，我別知 rendering，係咪事 ？OK， 解釋好我聽成個我是講人嘅咧，講 OK，so render 啦 ，OK，render 就是你在讓做 architect 嘅上面是你咪寫話咧，特別以 render 去話係以 complete 嘅成啊。嗱，先講你俾學者你 landscape 嘅 design 上面，然後你 sketch 出來，然後你學你 renderer 係，伊去畫 complete 畫了畫出色喺面嘅，然後所做變咗 complete 嘅 picture 去啦。然後 in animation 嘅 term 咧，就是 render，就是講你往做 animation，然後你 set 一個 object 到這邊，這個 time 頭一個0 second 到這邊，然後伊3 second 嘅時到呢邊，所以咪成安尼款做起，我能 set 伊 keyframe 嘅了 ，but in between that 係伊 computer 就 generate 無聲嘅 frames to connect 伊 emotion。So 你 render 就是你 set好時間啦，你做 animation 咧是你訂 render 是就把 start 話咧 computer
話嘢 image 變咗接掉 smooth 嘅 animation 去咯。所以 render even 成個 3D 嚇，但係講到 3D 嘅 render 就是你 build 隻 model 啦，是見光嘅上面嚇。然後伊特別一個 1 second 有24 frames，你咪是用特別做24 frame，every frame 特別 must be rendered 咯。你就畫出來嘅了，所以特 frame 咧，把就看到 film 是24 frame 接掉 ，individual frame 接掉嘛，所以 every frame 會要 render 咯。咁你 imagine 嗬，錄喺你攰嘅 animation 啊，是10你 seconds 啊 ，OK， 幾 frame 啊，有幾你 frame 啊280啦，200幾你 frame 喺你時先就低啊，係咁冇25 frame 24 frame per second 啊，然後伊 render 伊是一張一張啦，講起來 render 就 actually 是寫小影嚇啦，伊是一張小影搞到寫出來，伊是講from both color， from polygons。from 迄個 skeleton 個了嘛，咁無，咁咯，你可以拍好勢了，你 texture 你 lighting 個了拍好勢了，แล้ว你 movement 個了 animation 個了做好勢了，你搞到4小影出來咯，搞到一張 generated 出來咯，所以伊當有出錯啊，你說有 bugs 啦，伊當有一條痕啊，你就去了。嚇，你佢就佢 render 佢咯。啊，頂咪，了有陣時嗬，render 別條邊都個 render 佢嘛嗬。有陣時 computer jam 咧 crash 掉去 ，crash 掉去啊！你只驚我講聽，你知咩事？我有時定到時，我每我講成日我身邊比較少就是做人看，然後我係處下離開我講無會啊，所以我就咁問到底。我成 render 是 sometimes 你做嘅時候，你 render 是你只用嘅，你免做物件，你是你 computer render 嘛。特別只要緊嘅就是講我，而且我才早起個9點咪 client 咪看啦。我見面我做架6點幾7點啊好，我 set 一個 click to render， 你會使對處啊咯。佢特別我才早起來時看到 crash， 特別是無 render 掉下都死啊da。所以我嚟看這啲是我 set 一 render， 然後我整一隻背對來，啱啱到對去 office check 看 render 安怎。然後當時我借到啲喺邊 office 去看咯。我上面單時你冇點先啊！你就困到邊個 render 咧下噔，但下了咧時你就 check 啲 playback 咯。你望做 animation 時你做時，sometimes 你看起來 OK， 特別 when 你 render 出來時啊，你看到啲 frame 就你冇變 smooth 啊，你會驚佢嘅。啊是依個 lighting 冇變好事啊嚇，你佢就攰做攰哦，攰 set 佢就攰 render 攰。一隻 time consuming， 當經 time consuming 咯。阿 John 嚇，直接叫啊！我係電視家己冚起哦。呀！我幾可嘅。這南西電視機冚起啊！嚇？咱都無講過。這南西你電視機家己冚啊？我唔是電視機，我 Astro 家己冚起。Yeah，咪是 maybe crash 啦，但係我講 render crash。你下條你按鳥叫嘅，按鳥叫嘅。了嚇 ，OK， แล้ว講到啲嚟講，阿妹困咧嚇。轉不到 office 困，做到邊貼啫。我打刀啊！我一禮拜困幾刀啊！我係公司嗬，我 office 同我一開嗬，未見面，呢邊冇見衫，個了啲邊個尖頭啊，啲邊個我一禮拜嗬是，我8個月嗬3個月啊，連續3個月是達至第一紮啦，第一紮是10點對厝。阿妹，特別迄個是唔知34暝爾，34到爾，厝內個了是34點 AM 對厝，3個月啊，因為我有34個 project， 一白 on 咗就哦，然後我無做件嚇，去3個月，我家己冇做件，我大致就是有對厝咧，就是裝水出去了咗，到3點鐘佢出去了，安尼款下3個月後我做了件了嘛。แล้วว่าเจียวเกียวใช่หรอว่าคุณเช่าเจียวเกียวหรอเบจินด้วยจ้ะว่าเบจินว่ากันว่าเบจินว่า因為我係白照嗬，我係白照配嗬，笨啊，白多真正恐怖。誒，我妹妹都咱講 ，OK， 咱講即係 good life 拍片做，我妹妹，我是感覺喺咩國家咧是第一部拍片 ，European 條。第一部馬來西亞。
你无拍拼是虾米 ？France，无拍拼。嗱，咱每隻拍拼係啥意思啊？拍拼就面是講真正做工真正交做啊。Put effort 咯。aggressive。dedicated to the job。無拍拼 means 拍拼就是講真正真正不辣拍拼 diligent 啊。dedicated 啊。特別我做啦，安尼勤，係咪我做得安尼成年啦，勤苦工啦。啊，是唔是拍拼是唔是咁嘅咧？特別可能暑假無暑假，有你真 passionate about 你工係你拍拼，你感覺到真嘅達咯。所以當佢咱咪暑假性嘛。咱咪上班 happy 看，伊係邊個做拍拼，伊學過。學過係做工人啊。學國這邊咩電視邊係 Vicky？ 300 Vicky 哦，300真嚟。300啊！我別講啊，我成法國啊，伊人真係半大咯，因為特班你要去買物件啲店啊，1點2點啊，伊人接中隊啊，伊人無隊來過啊，伊人。特別我就是講啦，咱咪講這係人，是啦，就是講你拍拼嘅人。係就是笨蛋，特別你特啲，伊即是紅色啦，咁感覺。你即係一人成日講，哎呀，煩啊，笨蛋係咪？即是紅色啦，我感覺成個法國人咧，就加看，咱對工當人都我大細較濟唔講㗎啦，較濟是搞拍拼。我會聽即係講法國嘅人講人講話神秘。嚟，我 feel 到講，按照佢 like first 人。頭先人去 judge 人講，伊人 good 辣無 good 辣咧，其實人無影響到嘅，因為 as 人嘅 culture 嗬，人做工特別 like 我 feel 到講，人做工特別講做工嘅做較濟，做來學人看。你要做100分咧，個無夠啊！你要做100分就俾學人看，咁你較搞佢嘅啦人。แล้ว如果有係一種做工嘅款，學人講，學人去看到講，哦，你做工係咪嚇？喂，後你頭幾看到你做工這是人嘅習慣咯。哦，特別對法國誒，伊人無暑假看到安尼款啲物件。你咪講哇！你做個做食辣啊，係咪啊？伊人按照看你咧，伊講end of the day，伊人嚟講哇！你做款，梗係食辣咯，嚟做個梗係食辣，你知哦。特別對人是好啦，對人是好，咱頭家講哇！你梗係骨辣呢，咯，請你是答嘅係咪？特別法國人咧，我要去法國咯，我唔是。我唔是講過法國，特別我喺 Paris，我 feel 講，伊人咪看到安尼款嘅物件，你做個做食辣、做慘係咪啊？做餅係咪？伊人咪看到嘅。At the end 是伊人愛看到 result。有效？你咪講哇！你我攰咩無困啊？係咪？伊人咪看咧物件嘅。你知哦？有冇試過我 deliver 內 project 啊？伊每人3節嘅 deliver 一類 project 咪是 result？是啊，就是有 result 哦。然後伊人這邊是愛係一種哦，該無憂無慮嘅係 feeling。對咯，樣式。成個 nonchalant 係一種嚟 carefree 係一種嘅。然後嗱講你想 stress 佢頭，你 colleague 講哦 let's。去啉酒啊，咪法咯，quite OK 啦，特別你感覺點做咧？你就是講關係，你到法國國籍日本嘛，定到，所以你特別你嗰時你自己是，你自己你 genetically 所以我愛講嘅就是 like 我自己有這 experience，like 我這個自己 experience 到嘅。常常我就講啊，嚟話客戶來這邊嘅時候，就是真正所謂嘅店啊，講愛去嘢這個 project 啊，係咪？But then 後尾我 feel 講人看你 very weird，真正怪啊。哦。like 小餅，小 push out，你想 push out too aggressive。yeah，真正 aggressive，人冇。
对。无事家意思是啥物？无事家意思是讲你头家买车路，还是无事家是人讲你奇怪？但我无插啊，我无插人讲，我無插人看我安怎誒。我未曉講，但伊人這邊嘅是看你白最最，還是看伊人對佢 feeling 哦，networking 哦。OK 啦，I think 我會大，我去法國大，我不要講法國話。Nepotism 啊，你講？Oh my god！OK， 我未去法國大啦，我以後講一句話呢，我講個爽。咩來？喂。咩來？我以後講 Delifrance。佢有講咩個係咪個話paper mache？ 個係咪法國我有講啊 ？Merci。我講Messi 嘅樂觀。我哎呦 ，actually 我是感覺到我是隻拍拼人哦，所以我會覺到我 somehow 我 enjoy 成日講 relax 嘅 time， 特別我是就俾成日拍拼 stop， 然後我去 relax enjoy， 所以我冇 I don't mind 成3季節嘅 vacation，I don't mind， 特別我講到 vacation， 這邊法國人啦，7個月8個月啦，伊人冇關會，伊人一頭加30日嘅 vacation， 拜拜。有，這邊 Paris 嗬，你7個月8個月來啦，隔兩年嘅卡咩？貴嚟 Paris paralyze。哦，咁啦，早期3個 holiday 啊？未驚，隔兩未驚。Paris economy 安怎啊？靠中國人了，當今隔了舊年2017年是 most visited city 咪是 Paris 咯。แล้ว當今伊朗隔了這類 luxury brand 隔了是靠中國人買呢嘛。伊朗中國人拍拼咧有鐳啊，就去法國開。แล้ว當今隔了。我就講อันแล้ว所但話我講嘅成個人這邊我到這邊我學到嘅嗬，就你講你做工拍拼係咪？對，你冇愛拍拼嘅，就講你咪做工成個哇 balance 啊，然後伊人 feel 到講你成個 bagger 安尼，你直直去，我唔要講，but 你 feel 到講安尼看物件。伊人咪看，特別我不要講啦，我真係不要講。我就講啊，我開始接到工嘅時啦，我慢慢 realize 到，我慢慢發現到安尼款嘅咯。所以有時你做工嘅時，你做快嗬，你本有時愛成個 slow down。你講 slow down， tapi I 有，我就講成個，就 let's say 我係直接我接到一個 advertising 嘅工啦，我翕小影，所以我翕學一個公司賣下啲 mattress，我跟我按照講，做架嚇，賣做架咯，然後伊人 actually quite 水嘅伊人嘅物件，所以我翕咗特別真物件愛。嘅就是愛嘅小影咯，所以話伊人會甲你講，哦 take your time 係咪？But then 你在這裡 take your time 嘅 subtext 係咪意思啦？你做工嘅人 professional 冇人會講 take your time 嘅個，所以伊人就是安尼甲你講咯，特別你冇家己愛知啦。哦，所以講 take your time 特別意思是邊咁樣做嘅意思啊？我就講啊，伊人嘅意思是講做好嚟咯。take your time 意思 OK，don't rush if you gonna。時間特別你 take your time 啦。對，特別伊人 take your time is to do it right。對，特別伊人嘅意思，本是講咪趕做好事嚟。你趕會發達嘅，所以伊人嘅意思是講做好嚟咯，做水嘅了可以咯，然後and now so
有時小快嘅物件，伊人本無熟解，伊人會 feel 到講，你小青講乖，你冇辦 effort 自己啦。安尼意思哦，安尼意思。balance 啊 sometimes 我咁嘅定，其實我重點做嘅工效是，我未嫌咯，你做物件我只暑假做我重點做嘅工，特別有一項物件咧，無你爽嘅物件都是有當時你是即個工效，你要正的伊點先是3禮拜做好嘅工效。伊講講，你就特別嘅1禮拜來做，係你 compress 你都我 feel 到成個你，我係要 balance 啊 ，professional 做緊嘅1年，你就係講3禮拜物件 compress 就做1禮拜下，你就俾成 cut corners 有啲物件就俾卡凊彩咧都變咗1禮拜嘅教咯，係你發覺人就是賣路。可以1禮拜工，伊袂你，但是講你工要摕3禮拜，你摕3禮拜，特別你 better 做，可以3禮拜出來嘅quality。了，即係 before 隻 project start 嘅時，人本有經過 discussion 嘅。咁我 every time 我 project start 之前，我人特別會出 mood board，成個 presentation board 啊，然後會出 estimation，as in budget 嘅 estimation 咁樣咯。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อีหลัง簽สังกัดลุย quotation อีจะแกะก้องไป簽เลยมา so like ก้อง or confirmation upon ทำมีแล้ว簽แล้ว好時แล้วก็ start project so most of the time ว่าบุญฮวาใน時間คือไก่ลัง discuss อะไรไม่เกี่ยแล้ว budget ว่า discuss แล้วชุด mood board ไก่ลังก้องไป on จะคิดมีSo, Jinja discussion gone through before the actual photo shooting day. And then what? 別人做工講你做工嘅經驗物件攏快啊，是慢啊，是什麼物件？印度安怎係我俾玫瑰印度？印度困遐吼，啲人邊困啊未？啲人邊你講下，印度做工嘅方式甲咱馬來西亞做工方式無唔同。方式啊，印度人啊，伊人多頭前甲你講 yes，特別又唔知阿咪 meaning 嘅咯，養成 yes 嘅咯。伊無明白，唔講 yes 啦。對，那嗰時叫伊做事啊，伊就冇做咯。那嗰陣佢解釋一道咯。那嗰陣佢講 yes 咯。我捌聽過本啊，因為我諗正 sometimes 會 outsource 工去印度嘛。然後我捌聽人講過，伊樣寫隻哈，伊唔知乜哈，所以你特別 make sure 嚇，佢 repeat 好你聽，你袂做物件啊嚇，樣嘅。guarantee 講你談到，我意思講 OK 咧，是就甲 deal 點 project deal 時就冇做。出嚟就是 actually 依嚟搞出嚟。係就講下。出嚟how我知就是伊人家己印度嘅人。佢講嚇，再係咩物件？伊人但是咪做咧，阮甲你講 yes， 伊人無事甲阮甲你講 yes。哦，polite 呀，polite。伊人買路。滴罪路。咪滴住嚟啊！又咪滴住到，有搞點先係時，咁樣冇做。做呢就是伊嚟搞出嚟俾出嚟，伊揾伊人家己。你看就是坎坷啦，人家搞到都未做未行。你定伊人家己揾錢呢？叫人家掉。頭騎啊！印度這樣嚟啦，搖頭就是 yes 嘛，因為弟弟搖頭啊，我講你會曉，你曉，一個弟弟搖頭。唔是講人嘅家己嘅，可能那特地人嘅位嘅。我知就是伊人印度嘅人來這邊美國，伊人印度嘅人教我講嘅，唔是人嘅可能嚟。但我自己講咪，但我問啲人嘅你 company 是唔是 start with J？ 嚇 ，sorry again。你 company 是唔是 start with J？
company 嘅名啊，對啊，是 start with J 對啊，對啊，對啊，哦，OK，啊，真係真係厲害啊！之前。我聽到我有一個 friend 本是做這 company 嘅，แล้ว伊冇有去，印度冇有去嚟本地嘅，所以我應該是啊啦。哦。佢那勁搶啊，邊年啦，冇借啦。OK。แล้ว特別yang成講yang做工咧，成結成冇結成，是講yang係咪係結成yang拍片哦，做畫工嘅是時準9點成對啊？哦，冇，伊人成骨力嘅。應該先嘛，就係唔驚先嘛。你知啊，邊嘅人啊，你未做好，你就差冇通做了就。啊，邊咧濟人？啊，邊個咧濟人每工嘅事啊，嚇！你就是講你冇做好你工，別人就濟人排隊掉嗌你工嘛，對。就是啊，成日看你啊。誒，等陣咱講話啊，咱講去美國，即係就是兩個到美國啊，大粒頭嘅話，大粒頭，你感覺到美國嘅 work culture 點樣？哎呀，我咪講小姐吧，我 just 講幾下，你要 simple 呢？人馬來西亞本好，幾世界本好，做工你工好，你是好 ，OK，it's fine。tapi 有陣時咧，你嘅 working environment 真係 toxic，佢哋都是真係頭。啊，係你解啊，係你。你看人咪講，我咪講本，我咪看人只係講隻subject。但係諗下 as far as work culture 嚟講係，我人是講緊美國，美國係 holiday 就少年嘛，你每隻英國加我哋外國嘅人話。actually 美國人是真係 good 嚟嘅。嚇。人看。人 even 咱嘅人嚟這邊讀書，哇！美國嘅人真係夠 enjoy 啊 ，actually 唔是美國嘅人真係夠厭。即係我講一項物件，我知到就是講，你去食飯嘅時啊，你 holiday 時你就 guilty 嘅美國人。伊成講你唔法國人報假報嘅，法國人就是講哦 holiday OK， 或者去 holiday， 你美國人啊，你是 holiday， 你就是驚。你驚講你唔知，你唔是驚你 worry 成日講，哎呦，我放唔起我工啊，還是哎呦，我今日咪去做工啦，我哋煩惱掉我工啊，我今日咪去 vacation 啊，啊冇就是哎呦，唔知去做工對嚟夠工哦。replace 咯。啊。美國人，因為都破病本好，破病本好係破病一提 leave 啊，即係少人愛提 leave 嘅人，破病本人人去做工嘅。แล้วเป็นโจสังกาแต่ guilty เดี๋ยวเราบอกคิดโจรู้สิโจกังสิรู้สังกา feel เดี๋ยวรู้應該做แล้ว去 holiday 咧รู้สึกจะกินว่าแต่ว่าจะสุดว่าตื่นขึ้นมาเลเซีย是係咪ส่วนเนี่ยว่าขี้เนี่ยหุ่นแต่ว่าตัว這邊嚟講我看靠 detach 我ขี้真หุ่น位咧我都個就係講未記嘅我講起啊即頭是 holiday 我สุด係你 feeling 是講我 because 我啲美國我 feel 到特別你guilty 本啊，所以我 check email 啊，做工 holiday 咪 check email 啦，可能。But that's why ignorance 啦。我 just 問 Malaysia 嘅人 ，Malaysia 嘅人做工啊，有 such situation where 你嘅colleague有頭頂你嘅工冇？夾你工嚟做啊？啊，夾你工嚟做。你咪貼講到啦。夾你工嚟做 ，so that it 賺 more credits 你 manager 看你，哦，你真係good啦啦。安怎別人，安怎你冇做你工，好你別人做你工。我，馬來西亞人，有一個 project 啦 ，OK， 有一個 project แล้ว即係就是真係 generalize 嘅 situation， 一個 project แล้ว有分開真係幾邊 ，so when you start project 時，你頭 assign OK， 你做 part A， 你做 part B， 你做 part C， 你做 part。I think 我明白啦，我明白你 question 啦。我本每日聽到啲 Malaysia 人安怎亂 attitude 安怎？我看做工出去做工到 Malaysia。哇！我哋都講話。from 這你上來是只是 really depends 啦，有嘅 company 呢 depends on who you end up 嘅做工咯，有嘅呢就是安尼挪，變做講你冇得係 pick up 樣嘅 slack แล้ว有嘅呢就是 OK 咯。I think 我 never 全看到講我嘢
去 take 类工 but maybe 是 equal contribution but most of the time 是讲有的是安尼烂的 you have to pick up 样 slack 喏即是人无做咧，你无法你就去咁样偷。对我 so far 是 depends also 咯，增加我帮我靠嘅工，冇講我偷嘅工，還是依靠我嘅工咯，因為咱兩個不是equal嘛，因為咱嘅工作是 deploy machine，so it's either 就伊做還是我做爾咯，so 無嘅對啊，嘅 wording call still your job 咯，阿龍喺困擾。阿龍扣開了。阿龍可以阿龍講，你會講翻物件做間物件個 ，because 隻 topic 你勁講嘛。估咩物件講過咧？但係你講起，你成日講 holiday 咧，放假咧，攞到幾日 holiday？我有15日。少本啊，隔壁個差唔多上。了我明件，放假。特別好似博士啊，放假咁隻頭家無嚟做人路嘅咯，頭家家己本來放假，佢頭家無嚟做人路嘅咯。係啦，反正咧是相關咯，7月到8月咧嗬，假如人放冇放30日啦，放2個禮拜。假如人7月8月咯 holiday 放2個禮拜，係啦，好似博士嗰度，即係韓國啊，你頭家冇放假，你別使放假。即係你頭家冇對，你頭家冇對嘛，你咪別使對咯。你是咪即是 unspoken 嘅 rules 啊？無人講特別你嚟講。你當時講，因為頭家 director 要做工，係咯，出你嗰啲人整看後看咯。嚇！你唔會講你細項。就是就往上啊，加 WhatsApp 往無 WhatsApp 啦，往叫 Kakao 啦，往 Kakao 有 PC version 啲嘛，我哋 Kakao 會講，如果有可能咩？如果佢哋係對呢？我諗咪等你對啦，等你嚟講。你咪走成咩？都你唔走成咩？比較人有 feel 到人款本 actually， 一樣 maybe 冇對啦。我係講就 stress 就，有陣時就批死就，就講譬如韓國人是真看，你發頭authority，有social status 就，一真看這個物件就，所以我好在是因為我40啦，我39歲，我40歲啦。我就是我起到一個級咯，要本 ABCDE 嘛，我已經起到真係，係咯，有你啲阿爹話你嗬，你放工嘅陣時你係派死嘅咋，咁樣，咁樣比我貴啲固定嘅咯，我係少，係咯，你唔就講 OK，我叫咩唔叫做咧，我唔叫做咧，我是頭一我是 level 1嘅 employee 咧，我唔叫做咧，我贏我 back 了，人係驚咗，你驚喺呢邊整會。要快笑！都佢哋個隻頭機會噶，我正常性啊。我忘㗎啦，我當時我係怪你講嚇，好啲啦。有你就是係啦，阿冇加怪你講嚇，呢啲嘢啊。顧住你會講笑，你合地啊？誒咁，就是合地咯，你合地啊？當今馬來西亞個人做8日半節咯。mostly Chinese company 咯，跟住公司咯。南西，你 agree 話即係 topic 應該出得馬嚟講，出得馬嚟講。你 finally 見啲 email 做工啦。伊做long hours 啊，伊做這樣只變嚇。伊做得6個月了，8禮拜加度啦。我真兩年咪成日看到 weekend 就做，阿妹就做，我唔知啷有知，我當時我到啲 office 嚟啊，一開始是我一人咧，你哋是講貴 office 一人做無上噶啦，你自己一人咧啦，了，你我講聽有當時美國人咧，你會做呢，尤其是人較拍拼嘅人係。咩嘅嚟係做，無論是挪別人挪 ，eventually 你們是對球一賽嚟做嘅，所以你變到做啊，變到養成啊，只看你做可以做較濟，然後變做我往時做到我自己個人嘅事是因為我一個月一禮拜50點鐘60點鐘，了別人本是用9點8點半來了5點半對啊，然後做嘅。本時人哋看照做啊，上嘅了又無講我無嘅趁
嘅攤你 holiday 嗰時借啊，上面物件上啊，然後我會成日感覺到，但是你頭家個比較做人啦，你會感覺到只杜蘭咯，就講我做咩事要做咁半死啊？別人個人冇成日肯做，咪是嚟個扎扎堆啊，然後我個嚟阿妹就9點11點阿妹嘅堆。有，哦，你時喺 enjoy 即係工咯。有就是你嘅 difference 就是你那是講你那是看你愛買咯，你買那是講你買做嚟講，你其實講 OK 我買做啊，我 almost 舊年差唔多半年時我淡薄別得閒咧，我淡薄成日講我別啊，我別因為 sometimes 是你成日叫變做成日叫咩啊burn out 咗就。本來咧是一頭，我買啊，我一頭去探個招你，我去幫佢做看，免可邊個特咩阿咩是第較早堆，我只係你邊啲學見我做啲做佢我係記得啲佢喺幾時來時候，我有嚟 live event 嘅我做啲 office 去做，我做啲我時候做個 OK break 啫啦，去做啊，你邊啲學見唔見？佢時阿咩已經10點幾11點咩？Tapi我做咗嗰陣時，我agree咯，因為我不是 last time 我 previous 嘅 job 啦，我本是因為 last time previous 嘅 job 係我係實際 OT 嘛，所以我嘛夾拼咯。本是 quite tired， 本是變閒個種嘅咯，因為所以就成個我成個做 extra work where others 成個咪做翻咯，因為我係佢呢本名我係講我，你成個做可能歹看，做一間做我一個人做三份人嘅工份啊，所以我本都不是特間就買嗰種嘅啦。And then when 我 resign 咁先啦，我個 worst law resign 後 notice 2 months 嘛。2 months 啊，你估嘅啊？是啦，notice 2 months。我是哪禮拜呢？我能。哇！真爽我本嗌翻，我正個了是攞嗰個嘛。嗱，2 months notice， 我冇是2 months，嗱2 months 我講啦，如果你1 month 嗰時2 months 啊，即係關公司呢，因為即係唔係咪你攞嚟？我諗係個特斯啦，我諗你只是到哪禮拜，特別我個特斯個啲，你個啲就係講 OK， 我係攞 notice， 特別我係使諗 negotiate 嘅事找人。然後就 that 2 months 啊，就個那 hell 翻咯，我係使做一禮拜做一工。哦，做變咗走就係比冇走就係嗰個冇。是啦。你攞我拉薩條講成個講，你先你俾提 holiday 2禮拜3禮拜，然後 before 你走嘅時你做個什麼事咧？對你係做個什麼事咧？喎？before 你去 holiday 時你就拼夾做，咧是對你 holiday 時揾夾做，即成個面做，成個面去 holiday 你看你。成個 holiday 我試過至成家去試啊！你看啊，成家做得交代身後事啊！你看你裝啊！我都交代了哦，你幫對邊嚟嘛食了，你拜對嚟啊！嚇，你幫姐愛了整咗嘅時候就講我對嚟了，我就是顧在事，我係啦。嗱，我就是8 MC 個嗬，對嚟 office 啊 ，email 成個拿貴款啊，成刷個了款啊，慢慢一個 email 了個了。係咯，有當時 email 我咁樣 check 嘅，有當時我 email 我整 holiday 嘅時，到馬來西亞嘅時我佢嚟接知道，然後我係使看，你們都對1個禮對馬來西亞我開始對3禮拜嘛，3禮拜佢嚟清啊。我嘅 problem 是因為嗬，我那有 functional mailbox，所以嗬，我唔使 reply under 我嘅名，因為我是 still prefer using personal mailbox 嘅 ID 出去，我係是用我嘅 ID 出去啦。我驚係 sometimes 人會 bypass 嘅 functional ID 啊，呢個嗰就係錯的。嚇！我冇俾你講咩？OK， functional ID 你 functional ID 是唔是？你 office 嘅 ID 啊？你唔是嘅 group 嘅 email 啊？group email 是唔是？所以你 group email 成個因為你 group email 係 attach 你 personal ID 嘅。
哦，不是我让做工是跟他特别用做工嘅。所以因為呢個是用啲 personal ID 嘅 ，when they attach to the personal 啦，呢個是 reply to 嘅 personal ID 嘅email。我到底我電話我係使我係使係我做工嘅 email 特別有 protection 啦，特別so我 check 時我係使 respond 係咪㗎咧？一般是成日我 respond 到啲我 office 會 respond。就是人講咯，就是驚翻係伊人 directly bypass 嚟搶到咯，所以我冇乜熟㗎。all people reply using ID 咯。我是 check email 我較少 respond unless is emergency 啦。特別有㗎啦，特別 especially 都頭一個禮拜，我係叫我 last time 對佢是，when 我教唔知得到 Apple 香港嘅咪是嚇來啊 already， 哎呀你 file 全部啊，到底得到會啊咁樣嘅嚇。即係都自己獨立嘅。我有陣時嗬，點解我講我 on leave clear white leave 呢？我唔是去醫啊 clear white leave 呢？話直直等嗬，我對佢做工啊，我 cancel white leave 啊，刷啦，我 on leave 係點？我啲成日 work from home 看到就係等冇停啊！你翻到啦，你哋到啦，點解舊大好好啊？我唔想翻走嘅就。啦，我每啷 work from home，嗱，你講 work from home，就正更吞 work from home 嘅。哇！lockdown 嘅，baru be。哇，較濟人哦，馬來西亞 work from home 啊。最尾看到啦。特別你講咪是英國中講你講下，做老官。我係講我頭先特別奇怪，你講就是窗開嘅麥克風去我聽到，就係紅線啊。我喵啩，我喵。唔是話。我好埋 rap 會跌大。我冇窗開。做呢份工做啲英國，我想卡英嘅做邊個美國？邊個美國呢？我有當部經驗，因為我係個俾一啲 training 是一期美國啊，一期 Boston， 一做啲 Massachusetts General， 一是做開多嘅陸軍嘛，所以伊想講啊，橋餅啊，伊被可能看伊骨力啊，伊橋餅，伊被做工，伊起較早淡薄，伊起7點，伊到嗰邊7點時看到伊人1點鐘就做工了，比較早係比較早，伊開多嘅陸軍啊，起嗰邊6點，特別伊人較早了啦，伊人4點就放工了咯，4就對去做去 gym 啊，去拍球啦，是係咪啦？4點就放工，特別伊人真早去做工嘅喎。了我知啊，美國嘅人來這邊做工嘅時啊，我唔知這裡是 generalization 係咪啦？我有一個朋友做工喺 California， 嗰邊伊是做電腦嘅工啦，伊是 Silicon Valley 做電腦嘅啦。伊來就伊人波士去倫敦去 service 伊人嘅倫敦嘅 service 嗰邊。你 service 你特別等個阿妹啦，教了人對住用嘅電腦是你家嘅卡米嘅 server 了去 service server。伊做工這邊啊，伊做工一晚呀，伊拍電話跟我講，哎呀，你人英國嘅人啊，真係笨蛋咯。你講啊，你人嘅 work ethic 真係薄咯。來啊，伊人做工 shift 先嘛，伊人做工 shift。伊嘅做工嘅方式，喺 California 啊，你家己嘅工啊，你做加了，你扣杯加了，你甲對處。對嚇。你唔係幫物件互別人去扣杯好咯。對。特別伊來啊，伊來工時，伊看到哎喲，加了幾隻單別個人嘅工啊，幫互伊去做啊，幫互伊去扣杯加了，伊個係起哄一個，講這邊英國人真。然後我一直講，我聽你看的時，我自己想啊 ，actually true 啊，這邊英國人真係笨蛋咯。然後我做陸軍工啊，你看伊人本事，你看伊
安尼歡喜合辦我擼橋杯啊，成個伊。我看一個平人啦，你看啊，我，譬如講啊，我，譬如講，你看一個平人，伊知伊平人嘅事啊，伊講話嘅平人，知伊平人嘅事啦，伊講 ，OK，let's investigate 咧，伊跳會，然後去試檢咩會啦，還是咩嚇啊，了伊無等你伊會results 對來，伊 report 對來，伊就走了，伊無插伊嘅 results 有蝦米？無條體有真正危險嘅物件，有真正成個正辣嘅物件，伊無插咧走了，了背來你來嘅時，你隨等誒，哎呦，真係會真正正啦，我真正真正忝哦，伊即個人嘅皮，最要過即個人，背來時你就接手啦，你就接手啦，來叫伊人啦，講咧，你講係咪說我大媽喺落官伊走去大陸啊？我講我唔知啊。伊無插女咯，伊無插女走去了咯。那是講假如人阮上款咧，你接我使，我接你使嘛是唔要緊咯，嚇。無啦，袂使安尼款咧啦，袂使安尼款 because 有誒物件你會做安尼款，特別做你軍工你袂使安尼款咧，你特別有手背啦，有 continuity 嘅。所以成個我做工呢，我做工了，我係節會工了，我甲對伊厝誒啊，所以有到我對厝7點半嘅，到我對8點半，若是有真正較濟工咧，我對9點半啊，我就要做假了，伊會日會工了，我甲對厝嘅，我咪留物件互別人。清啦，清㗎啦，其實。holiday 咧，當我就節 holiday。我見時候講啊，我較好命啊。嚇。我就冇講。講邊件事啊？錄音嚟，係啦，錄音嚟嘛，錄 holiday。講。60節喎，3禮拜3個節，9個節，啊唔係90節。人是我是 GP， 所以人是家己，人是實。按照講啊，人嘅家己，即是人嘅家己公司咯。所以人有6個八啦。所以人家己講，好啦，6禮拜啦，6禮拜半啦。人可能家己6禮拜。แล้วก็แค่น้อยจิตอามาตันเจ็กสิน้อยจิตที่บ่อ่ะเจเลจิตที่shopping 哦อามาตันเจ็ก所以6禮拜嘅6禮拜意思是講6禮拜 working day 是30節，嘅是6禮拜算7節。6禮拜是算個節啦 ，OK。working days 啊 ，OK。6禮拜。小啦，美國人對馬來西亞人想。就是啦。我人 OK， 我人成日唔使攞有馬來西亞上嘅出面。我聽到嘅是我係頭家，我頭前講是我係頭家是，I think 我頭一年是成個馬路加即係10節了 holiday。2禮拜啊，2禮拜。然後我咪對馬來西亞度解啊嘛，我知道時我本是對2禮拜呢。然後都未我教我頭家，咁我未我今日咪對，我講對2禮拜更加。你 travel 過來就別想就係特別對啊。然後我拍地同我對呢，就到我拍地就俾拍地就俾3禮拜。那3禮拜就都好，4禮拜上冇上久。然後你俾晒你會碰嘅節啊？OK， 我就是要講咯，我人當今我係講咧，樣是叫做 PTO 咯，是 paid time off 咯，就叫 PTO。OK，paid time off 咧，就是你無插你係用咗，你使破病時用 PTO， 你俾有 emergency 你用 PTO， 還是係咪伊無插你按咗用啦 ？PTO 就是 PTO 咯。嚇？幾節啊？我是當今做第一間，我就 start 做嘅時是上個是3禮拜，什麼數3禮拜10個節？10個節。
好命咯。好命，叮當冇只隻會是攞你擺啦，我只換緊嚟睇。你不是做緊好嘟嘛？我唔係聽佢講好嘟，我特別是講別人嘅嘟，我冇聽過自己嘅嘟。我是好嘟嚇，3禮拜特別當今呢，因為我做過5年啊，嚇，你睇下嘅淡薄嘅。哇！แล้วรู้ every ก่อนนี้ฮะแต่ละก่อนนี้จับนี้สิก็แก้ตัมโปแล้วนี่ pay time off 是按照earn 的จ้ะ pay time off 是按照談的意思但你攞你往時攞你擺發錢佬知道嘛所以你發錢佬嘅時伊就學你幾點鐘學你幾點鐘แล้ว我未記就幾點鐘啦แล้ว你就係你就談แล้ว你錢佬嘅時你談咧即係講特調 check 嚟講你談8點鐘8點鐘是一節啦，嚟是講啦較應水，所以8點鐘水一節，嚟是講你是你2禮拜到一個月就攤2節嚟嘅，係咯，所以你就攤你就使用啊，你就啊，你就是攤掉你以後你就使用啊，你免成講你未使成講3個你用個了咯，你就要跟1年過啊，特別伊使 carry forward 就。我哋夾 change one side 了。你是 carry forward 你 time， 所以你是講你若是今年冇用到嚇，你明年就使用較濟啦咯。特別伊有 maximum 本來係唔知是1000點鐘還是1500點鐘啦呐，就少人用得濟啦。你人時候 carry forward 嗬，我點解我點配我愛走嘅時候，你知我係 lift 就濟哦，40幾日。有了，安怎啊？你唔是了嘅咩？你有佢咧哦。伊 carry forward 學我人嘛，因為我冇聽嘢 lift 啦，特登。伊 carry forward 8禮拜做工嗬，伊個8禮拜8禮拜咪學我累嘅咋？8禮拜做工，伊報到對我啊，特別 lift 我伊冇 approve 嘅。哦。所以我 lift 冇 approve 嘅，所以我一年嗬可能是嘅3節。4節，然後你呢邊有攤嘅，先至係時間了咯。แล้ว我走嘅時候40幾節咯，我係 leave 喎。哦，咁嘛是直頭走咯，我免講個做工咯，一個學。哦，你OK，隨便學咯。แล้ว我人是亂講 holiday 係人是講成個學人去幫冇隨咧。在 company 辦嘅成個時間，啊你 Easter， 你講佢哋學無水，你個靈魂啦，你個靈魂。16節啊，你先係16節就。minimum 16嗬，冇 minimum，冇，即係你是跨 company 嘅，特別 compulsory 辦嘅是 compulsory 愛辦嘅是Merdeka，可能啲1個1號。本人家問啦，即係了愛辦啦，特別是佢哋愛學 triple pay 咯，是冇辦愛學 triple pay 咯。แล้วชุนในสาวฝันนั่นยำเก่งกันแล้วhọ佢哋是 up to optional แล้วอีอูไลน์พี่唔知有幾節是 compulsory เนี่ย做工哦，放假哦，做工是 double pay or triple pay 咯，你睇咯。แล้ว冇咧就去放假咯。冇咧，就是未使做工 as normal 啦。像你成日念經，嗰下面嘅大部分嘅了是 optional 嘅啦。哦 ，visa。visa 嘅了是 optional 嗰公司嘅。Malaysian Day。南西，我冇睇到。optional。Malaysian Day 係for，係Malaysian Day，冇。9嘅10啦。伊唔得同你幾耐你以為你話係講34 on Saturday 咁樣嘛？阿公不對，阿公不對。阿公不對話啦，當然。特別唔係話係歐回歸啊嘛。我冇猜到是 compulsory 嘅時個是10工，不過10工嘅。佢哋compulsory 呢？放假了，想是14至9、10節。8節加10節啦嚇，意思講意思。compulsory，你是日本 company calendar 我說啦，有嘅 company 是得作咯，成個我保嘅 company 是得作嘅，所以得作什麼意思？得作什麼？對家作啦。對家作啦。love，食慣啦。我是冇明白，得什麼？我唔知係得。我聽係邊？喂，你啦，當嘅。你讀加林波嘛？
你大家南波嘛南西你個有聽。And then 得，我冇得，俾間十間我有聽啊，我得我冇聽。And then 就你我即個我不梅姐博一零嘅，博一零加按有冇講到個人做工？做工啊，我成日拍片，人講啊。嚇。特別我本冇時間人講我話我啲 queen 咯，我真冇時間。我人講講啊，了有陣時冇做換個啥物啊，你早入來公司哦，有人講，你冇對數啊，你冇對數啊。一聽係杜人講，我4年3，昨晚我穿件衫，今朝我穿件衫，人就變笑。但是聽本袂爽啦。有啦，有時係一種做好一項物件嘅人啊，我是安尼看的。答 A。了我無暑假，係一種嘅人哦，就是到頭家面前講哈，安尼這項物件做啊，嘛是要着 OT， 了我頭家就看伊安尼看啦吼，就是叫你你有用個當金，你會使用你2點鐘就協這個人來做袂。了過後啊，這大波嗬，我7點走對厝，免 OT 啊。了過後你做可以啊，伊個會講，伊愛到頭家面前講，你安尼款做物件會咩物件？你看，這是 politics 啊，我人講是安尼款嘅。office politics 我是真係好聊，啦，同埋人講大頭講嘛就 toxic 啊，例如是 office environment 啊，啦講下咧 office politics 就冇。了伊一叫咧，就是條啲到頭家面前講，伊無 understand 我愛嘅物件，哇，突然呀做了嗰兩物件，伊 request 啊，做了後伊啊吼，伊甲頭家肯講我知哦，過後嘅事哦。我就寫照這位哦，頭家有點啊，我本是伊想嘅，伊嘅這種嘅 politics 啊，我講，話你物件安尼做，但這3D 那邊物件安尼 heavy，就是賣 cut down 淡薄嘅物件，講，我是冇嘅你物件啦，我講，你本知啊，我物件安尼跌咗一個，鬥來鬥去，鬥來鬥去哦。我講安尼跌咗一個，你就知我做嘅物件安尼跌咗一個，了對數來呀。伊講，可能你就知講我講，你無明白我講咩話咩？我問你做咩 industry 做咩工啊？event planning 啊？你是在檳城還是 KL 啊？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啊！哦，新加坡做工個無相嘅 culture 咯，新加坡。我這是個公司嚟。哦。了真濟人愛爭去這位就真正係講。哦。特別你做咩 post 啊？或者你嗰啲邊啊？那邊真係 post 啊，我講。因為我煮嘅物件冇夠獎。我煮物件冇夠獎。亂搶你條話。係啦，我諗講話啫。我煮物件冇夠獎。我係嘛講，我嘅係注意啲入邊嘢吧，我伊講驚伊無夠味素啦，伊講無夠鹹，我講係咪？你驚我煮嘅物件無夠鹹，你講鹹咩嘛？就是我啦，都開我就講我就吃啲，即係我煮物件無夠鹹，就是我嚟嘅。即係按鳥，你做咩工？做咩工咁樣？哦，我工我就得可能確讀誒。因為我是巴魯做4年工無做9年。哦，哈，了就成交了。先是我袂曉嘛，特別每人按照去做咯。了有個人哦，有個人伊就是教我啦吼，伊 expect 講伊教我一道了，會曉個了物件咧種誒。了
嗰有時我慢慢學起，然後有當到佢哋唔驚伊教我嘅，佢哋 job 咯，然後我 still 未曉個嘛，然後我問伊，佢一直覺得我講，我唔是教你啦咩？你無記落來，你無寫落來係咪？然後我講。有啊，阿比我 still 未曉嘛，無我未清楚嘛。了過後伊無病咯，伊過教我過一擺咯。了過後時吼，樣真俗誒，安怎講誒？啥我星期去嘛，我去做新嘅工，咧樣第暑假啥？我接去做工2禮拜過後，樣假 leave 假個3、4節迄種誒物件，了我無病，我特別急伊人咯。了我個未曉哦，了。有一半到時我做錯，因為我生活嘛未曉了，對那時伊就講咯，你做錯這個物件，咪我唔是教過你啊咩？係咪了講，sorry 我 mistake 我未曉咯，了過後時伊樣就去傳咯，一個傳一個了，最關鍵嘅就是去甲 supervisor 講啊，係咪啊 complain 我係咪個了，了我講，我未曉嘛，了我是人，我是 just back up 伊，因為。他暫時個無咪人會曉伊會講了，我 try 我 best 去做啊呢，แล้ว做錯我本無人會甲我講嘛，แล้ว supervisor 聽了OK，要了解了解那邊嘅情形是安怎咯。我個站你 supervisor 會曉了解啦。嚇，伊人都嗰時好彩，伊是未了解規個事吼，伊個會 judge 講對。就錯啊，種伊毋是啥塞一邊嘅，可能無誒。了佢又是伊找下叫人，了解釋互伊聽哦，我是安款咯。有人淡薄伊是成啊新人，伊成啊，不要幫下我教你知道耍，伊成啊，咪講袂啥只教你啦，伊是袂。對啦，有袂笑，你好你看咩做看？有誒人哦，伊想愛到就是講。我別使教你上濟，但你贏過我，你快點我。了成日我巴到 boss 會管過伊啊，阿咪可能嘅，所以人無愛教我。你教你淡薄嘅啊，咪教了。แล้ว有陣時就是成日 expect 伊，即係你英語講啦嘛，你做10年啊用啊，即係英語講咗你做聽一道都未曉，特別你先是。你英語講你個未曉，係咪唔驚咯？我有陣時不玩呢 tendency 嘅咯。我特別條列我自己啦，我是想講，我做呢啲 simple 物件，特別你俾想看有啲人嚟講，有可能是一般嘅 natural，還是特別 take 我做緊一年嘅，所以我特別 catch 我自己。我真係急性嘅，我真係急性嘅人。然後有時真係到像喺你 project 吼，黃白白。handle 迄種，了過後是用啥條題做骹手做骹手嚇，做骹手啦，互我啥，互我做錯。比如大，你派做得無好，你無面肯啊。嚇啥，互我同樣啥，我剛做錯去，很用做骹手迄種哦。了我就是奇怪，咩事會安尼款呢？了過後是迄個。customer service 人伊就甲我講哦，做咩事你這裡做錯啊？講無啊，我無做錯啊，我一路來我都 handle 好好嘛，等陣咩事知道，伊好像唔驚換個了去規 system 唔驚換個了去嘅喎。了過後時 customer service 叫查某伊就起哄我咯，了過後時我袂得閒了，我起哄到伊佢講，安尼你袂熟我，你換別人做你 project 啊？我講我未啊。叫別人做你 project， 別人做會掉嘛？了我就是奇怪，我一人做你 project 做錯，很奇怪。了過後是伊啥唔捌學過我起哄嘅，頭先我起哄了過後是伊甲我講我書本淡薄，誒是可能新交好無理啦。了佢因為就是常發生很事了，我袂得閒了，有一日我一頭起火啊，撲火啊，一頭沒樣咁啊。佢我個 OK 啊，無啥安尼亂來，很害我。supervisor 假是有理由嘅 reasonable 嘅 OK，有但係 supervisor 咧都是無人拍。係我定見啊，所以但是頭家無要顧嘅啊。你成日講，伊別成日講 on。OK， 這對唔對？佢你會生，我先你俾 guidance，你叫我 make a decision，咧伊別 decide。
唔知啊，你講緊真，呢時做是成功嘅事，講下對咯 ，OK 好啦，我是我個叫人咁做，呢時失敗嘅事就按照你出去做呢，我哋見呢頭嘅。個這個 scenario 個manager 冇人派，就是攞嚟工人，一個工人做物件，一個工人都是真係耐，特別。我 complain super manager 嘅時咧 ，manager side 係你耐人 ，because 係你耐人咧 ，maybe 話有 connection 啦，對，所以你 manager 冇諗下。伊現在伊是成日有咧是你那是有當時你有 opinion 嘛，你講嘛對，然後伊嗌到你成日 threaten 你頭嘅。伊成個，哎呦，伊只傾只舊直接話講啊，冇上 opinion 你冇順我 opinion 啊，然後變做係你舊聽伊話人嘅嗬，伊就變做較聽伊咯。然後你 idea 個較好嘅，本冇插伊去對迄個順利嘅人咯，請你卡個是請成順利嘅話。我有家己有一個 experience 真係好笑嘅，特別我大陸淡薄啦。這個人咧，就是伊唔是 manager 嘅 level 嘅，特別伊嘅 seniority 怪懸嘅。OK， 特別伊甲這個 manager 咧真係好嘅，好朋友嚟。所以做 project 嘅時咧，我大陸真係濟啦，所以我冇 too much information 啦。所以有時候做這個 project 嘅時，我去問這個 senior 啦，佢講誒。伊個 result 安怎？伊個 result 安尼做袂成啦。啊，咱想別個辦法看 ，you know， try to 參詳 discuss 看。然後一個是呢講，啊，你去做啦，係咪啦？啊，係咪？然後 finally 伊講，哈，我無 support 你啊，你免 promotion 你啦，係咪失敗啦？咩？所我啲坐條，我點我真。Bloody shit man！ 我來你 office 我甲你 discuss 物件，你甲我講安尼自歹嘅話，所以我係講個真係大聲，講個真係大聲了。一了嘅時，我 suddenly 我講你個對，我罵伊講，我來你 office，我要甲你 discuss 物件，所以人會 move forward。你甲我講安尼自歹嘅話，你了係點聲？我講個真係大聲，規個 corridor 會聽到，所以講嘅是，伊規個面所白去，伊規個面白去嘅時候，到伊唔敢搞啊，一個啊，如果 chicken 咧真係搞bully 人，chicken 咧都是長山嘅，長山人，老人嘅，哎呀，係咪人乜有咧？你看嘅人，邊嚟啊？真係，冇啦，頂到比較啦，係哦，比較啦，我大陸真係自己啦。我在大陸淡薄小姐啊，我未在你講。講個 training 咧，就是我有家己嘅 experience， 但係我對大陸真係。唔係，等你大陸你都講嘅並逼嘅，我唔係大陸啦 ，extra concentrate。但係我未甲你講實際 detail，because 出嚟都是真正大數嚟。OK， 誒，我點半鐘啊，你冚埋講去 to the point 較快啊。我弟弟教我係頭講，誒，人啊，新嘅人 join 人嘅位嘅時啊，咱袂使互伊，我教我係頭講啦，咱袂使互伊人去亂出來 ，because 咱嘅 equipment 參物個了啊，真啊，你無做好好啊，會死嘅知無？所以我講。我頭講，咱做成個 training video 啊，this training video 下面，所以人新嘅人來嘅時，你甲人講 ，OK， 你夾這 training video 去看，安怎 operate 這個物件，安怎做這個工，然後 after that 嘅時，你甲來慢慢。所以我甲我嘅頭講，我嘅頭咧，就是咪做 ，OK， 要緊。所以我。after 我做了，我出了，但面說我冇關係，佢哋人係咪咁了 ？OK， 我出了啦，我走了啦。了，按到 1 year about 9 months or 1 year later 嘅時，出書，一出書，你 imagine 啊，這個 building 啊，
有3個 story 啦，是一大嘅 building 嚟。OK， 幾難面。3層樓啊，你講3層樓，3 sorry，是3你告訴啊嚇。有一個 building 個有 basement multi-level basement 嚟。OK， 依 basement 隔兩是 office 啦。OK， 有做物件。伊出事嘅時，伊個 one of 伊個物件爆炸。哎呦死！爆炸 to the point that 伊規個 building 嘅搖。Oh my god！有隔籬人隔籬走出來，and then 有人着傷哦，你聽聲爆炸，隔籬人隔籬走出來 ，then he on the you know the most important 嘅日子到底那邊美國就是，伊拄好上日子知無？係咪上日子嘅係咪我唔明白？你哦91，所以隔籬人哦，佢個錯咗啦，咁樣嚇。走嘅咧出嚟，然後伊個 building that section 啊，伊個 supporting steel beams 啊，壞嘅了。有。然後係個人咧，係個4年啊，阿無查某嚟，問伊個款我係 former coworker 教我講伊款人出嚟，所以好彩是你查某無死啊。有。he in such a position that he furniture 拆掉係在冇。哦，但 everywhere 嗰啲除嘅了在喎，he walls 嗰啲除嘅了在喎。To the point that management 當冇嘢。來頭病呢？伊走去別位，伊走去別位啊，個唔要緊啊！伊走去 because 伊 responsible 嘛。伊無 train 好時嘛，然後一個查某亂出來爆炸間 ，to the point that 這邊state news 啊本有在無，伊出 state news 在啊 ，TV 本有咋 ，TV 唔講在啊，特別伊人砍起來，哦 ，because 我人做嘅 project 都是未使講嘅。Project TMI，OK，感謝。特別我出嚟頭咧，伊走去新嘅位，then 你第2拍就是伊新嘅位，伊嘅 position 更加懸。哦，你第2點，依家搞咯伊，你第一還是諗下你第時啊？咁時各位聽眾，先生，這裡問問就白咖啡呢，就是老趙聽到講佢哋第2拍大頭，個奧迪杜啦，應該中啊，南西啊，豆嘅啊。到法國即係300站啦，冇有300站，小姑冇對嚟啊，冇關係啊。แล้วก็1001啊，個titik empit 個可能บุรีอ่อนยาว個คุณ真係คุณ起แล้ว好屌啊，龍佢คุณ起嚟。阿龍困啊未？呢個是無困我掉咩表？呢無困我掉咩表？無啊，無學一無肯掉咩表，我就成日困。困咗啦，伊無個講。呢個是講你阿妹就搭飛機無來，特別是困嘅。啷開過一佢嚟聽正落嚟，啷到對住自己隻 room 是 still 啲嘅。感謝各位聽眾先聽，禮拜得嘅，拜拜。希望我哋做更對戲即係人會講嘢，白島會講嘅物件，做更物件，即係物件會講過。所以白島那時攞機會，咱個再講幾部上嘅你做更嘅故事。下禮拜過嚟希望講新年話題，拜拜。OK， 你幫我開掉下，即係錄掉人 YouTube 人咧，定一個禮拜episode 咧就整訂，那是你 miss 去定一個禮拜 episode。一個這邊是要 subscribe 嘅，希望想做很屌，所以通知你，佢訂你整，訂 subscribe 訂整，拜。